嗱，大陸嘅買家咧繼續撐起香港嘅樓市啊！2026年上半年咧做個總結，就係講緊咧普通話拼音嘅買家，因為我哋香港區分乜嘢係大陸嘅朋友嚟買咧，最簡單就係用普通話拼音去區分嘅，因為粵語即係香港嗰個拼音同國內大陸嘅拼音係有啲唔同嘅。咁樣區分雖然係有啲唔係好科學啦，但係參考數字嚟啫，大家望下咪算咯，得啖笑咪算咯，係咪？2026年創新高，就係講緊普通話拼音大陸嘅朋友買咗1000億嘅貨啊，1071億，創咗歷史嘅新高，破咗1000億啊！9776宗，其中係好多係大手嘅買入添啊，掃貨啊，比2025年下半年咧升咗25%，你都冇話唔誇張啦。人均入市真係大陸嘅朋友，哇大把錢啦，1097萬，平均每人買嘅樓，當然有啲可能幾億嘅撐起晒啦，拉高晒條 curve 啦，但係真係大陸嘅買家係人均即係千零萬嘅樓。濕碎覺得係哇，所以真係勁啊！跟住一手市場咧，佢哋唔係淨係買一手喎，好多人個印象咧覺得大陸嘅朋友仔落嚟香港買樓係中意買新樓盤、一手樓盤，唔係喎，二手都有嘅喎。不過兩邊都同樣受惠，一手咧就有4704宗，哇614億，對比上年咧升咗25或者22%，睇下金額定係宗數啦。跟住二手市場咧就5072宗，仲多過一手添啊！跟住咧成交金額就細啲啦，因為二手平啲啊嘛。456億升咗1/3或者2/4，睇下你睇邊個數字啦。哇，真係邊幾區最受呢個大陸嘅朋友拼音買家嘅歡迎咧？第一就係啟德新區啦，其實因為好正常嘅，嗰邊新發展多新樓咁多新樓多供應，自然就多人買。1161宗，174億，冠軍啊，遠遠拋離咧第二位土瓜灣區。其實土瓜灣同啟德都係隔離啫，係咪先？啟德土瓜灣呢近年都好多新樓盤推出嚟有咩一木嗰啲首昂咁正常啦，吸咗55億就767宗成交。再落去就康城啦，康城都有嘅，海堤灣嘛，今年賣緊388宗34億啦。紅磡就374宗，因為佢都有呢個。必家坊系列而家去到叫咩名我都唔記得啦。哎呀，真係佢改名改得太多啦。347宗220億22億，唔係200幾億，22億排第4。何文田咧，咁佢有呢個如一嘛，咁何文田就299宗59億。呢5個咧就係成交真係最搶手大陸拼音嘅朋友最中意買嘅5個區域真係呢個數字大家參考下啦。你問我覺得啦，真係呢樣嘢就要大家諗一諗因為點解咁多大陸嘅朋友仔追捧香港樓市咧？就係因為政府有政策啊嘛，專才優才啊嘛，落嚟香港生活啊嘛，咁個數字都突破咗，加埋我哋受養人咧都真係一個好龐大嘅數字。咁但係大家要細心諗下啦。會有機會斷纜噶嘛，因為你唔會無止境咁入嚟噶嘛，會有一日會越嚟越少噶嘛，入咗啦嘛，因為啲人已經跟住我哋面對嘅難題咧就係政府要諗啦，留唔留得住嗰班專才優才啦？佢哋落嚟生活或者為咗小朋友教育，咁佢第一佢哋要喺香港揾到工先啦，第二個小朋友讀得開心先啦，係咪？咁你如果唔係嘅，佢哋都有機會買完樓可以走噶嘛，可以離開噶嘛，可以翻大陸噶嘛，咁樣會唔會令到支撐樓市嘅需求係一瞬即逝咧？咁大家值得大家深思啦。